你看这脱过了别进来。这不是8月5号这5分的，这不是8月5号这5分的。解决了什么？解决了没？我家解决了没？我家对，我们那跟那也没中，你是不是？我们好上不是在这呢？那你们去调去呗。你们找。现在属于全域警目，全境目，为什么这个？我们政府的警目干啥去了？我们政府的警目干啥去了？放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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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倒了。我们的草场的，给他们过去放倒了，自然保护区，自然保护区不允许放牧懂。不是你们地部的吗？把那个自然保护区不允许放牧懂吗？你们什么话解释的？自然保护区不允许放牧懂吗？这个有效吗？这个有效吗？有效，草场是你的没有问题啊。自然保护区不允许放牧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吗？你别忘了，正你操场和生态是自然保护区，你这么想，知道吗？你别不是因为什么了，你这是回来过，现在是全年全域警报，知道吗？这，不行，装是必须得装，必须得装，去解决谁？别装，哎！我们不愿意。拿西人，不愿意装，给了谁保？给了谁保？给了谁保？干啥？去，干啥？你们先别装了。哎，给了谁保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